欢迎大家准時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好大家有看到一片有我嘅名牌冇？我想乜嘅？我想種草冇啊，嘅想種你反應啊，就會有同好你講嘅糖好啊，就係撞到老屋啊，就做得看到嘅門牌蛋糕會寫乜嘅？阿群妹亞屋卡金鐘中嘛，金鐘中蛋糕就會寫迎春堂。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咯，就係來同大家來紹介客家天師有一個節目，按到客家人有名堂。我相信你電視機頭前的忠實觀眾，聽錯有看過，唔過啊，也拜客家人有名堂，我去到哪？哇，我去到演員的南洋哦。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，就邀請到大來賓來同大家來分享，也客家人有名堂上來去到南洋，看到按到乜嘅無趣嘅事情哦。細細格格分享今日嘅大來賓，分享你製作人，分享仔哥分享。以前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個客家電視台節目製作人，製作節目一直係客家人有名堂。那我一直係任務客，今天呢來參加一個福喜來，一個節目，我嚟講咧同好呀。同好，我們從客家人有名堂到底在搞什麼名堂？一開始因為製作要檔節目咯。因為我自細啊，喺度苗栗咩，苗栗其實我細時間咩唔知呀同好係乜解啦，就係差唔多我做一節目啊，就都做安尼我見節目啊。做咗話30年啦，話30年啦，佢無線三台也係講 cable 開放，全部去做過嘅。其中就一個親後輩啊，我就想到應該啊，因為我木下做到苗栗，嗰時我就係客家人嘛，我就想應該我同我呀學經歷啊，貢獻俾客家，我就想到客家電視台有製作乜嘅節目冇？我看到就叫真啊一隻節目我做。同好節目啊！同好對我來講啊，因為我去太多青島所在56隻嘅少數民族就跑過嘅，客家人去嘅地方多唔多？等下我再同講，客家人去嘅歷史，冇講到按程度，先講到就做製作一隻同好，因為我哋嘅同好，但我唔知嘅同好係做乜嘅，研究唔知。就門牌蛋糕，老屋嘅門牌蛋糕會有寫。對，像屋下嘅蛋糕有寫，像係香粽咩，有寫青火糖，像羅有寫玉章同花有像羅嘅，玉章糖，像梨嘅龍鬚糖，像虎嘅安定糖，底下都有同好，但唔知乜嘅意思啊。後來就電視台就真案子，我就去看咧，我就哎呦原來啊青羅頭牌客家人去到中原啦，廣東人啲啦到河南一個地方，河南一個地方最較羅頭牌對吧就東漢西漢。漢較早了。東漢西漢，西漢嘅時間，你睇下西漢唔係有個楚漢相爭咩？就後來西漢的時候，客家人開始就有了，有乜嘅像就陰陽嘅呀，就相唱嘅啦。你比如說劉邦啊，你像劉嘅啊，像劉嘅就彭上堂啊，基本上就給他未來嘅，像唔像粽，而且喺河南銀川有個地方，像粽嘅，像賴嘅，像陳嘅，其中啊像粽、像賴、像陳，佢後邊啊佢有對啊一同好啊留下來之外，佢啊有本啊，比如說要像粽啊，佢引一隻詩啊，帶下一隻詩。有人係一個，有人係水，有人係水，冇中央。水係像塵，水係像塵。人那個做出片一隻帶下一隻禾嘅禾就像賴嘅。佢這個按你本嘅啦，有像塵嘅，像賴嘅，像粽嘅，這個都嘅本啦。其實啊，佢銀川其實就一隻詞典字，就是水啦。就係水，你要隨意講，我像賴，我像粽，我像陳，全部係銀川糖，你下個水全部錯，全部錯。後來我就說，原來也係做得一直追啊，動態好一直追就啲，原來青羅頭牌之前都來到未來嘅，都來到未來，後來再去看上啲，原來反正有到亂嘅時間，戰亂嘅時間，客家人就都走嘅，你比如講。西漢老東漢，西漢東漢後邊就亂嚟咩？亂嚟有三國啊。對。三國嘅時間，又開始走喎，又開始走，三國就開始由河南到山東，山東又到安徽，到廣西啊。前塞啦，一下來了，一下來，一下來，比如三國完了，魏晉南北朝咩？魏晉南北朝，西晉、東晉，西晉、東晉後邊
五胡乱华，五胡乱华很多不，16国南北朝，有很加乱，佢乱咧，佢乱到乜嘅程度了，乱到佢苦到啊吼，佢資料當過下啦，唔係我講，資料當過下，佢苦到啊吼，冇東西食。我講台灣人講哦，冇東西食個樹皮啊，是個樹皮就冇得食，生人肉。哇！按亂的情形，古時候生亂，看按當然按亂。生人肉啊，吼，佢生人肉唔係講我不靠，我供出來，供出來冇，我就做食啦，冇辦法，我同我來老冇嘢老唔換，換人嘅來嘅冇嘢，人換半啊，我係換半，我換咗就生人。好，古時候你看按亂，客家人進前賽，這時間亂都按嚟啦，按太嘅土地啦，吼，冇人都講中亂咩，哦，要走啊。又走，可是又都喺江西嗰度、安徽度、山東那度，山東福建也到位來，福建也到位，到宋朝嘅時間又亂了，唐宋咩，宋就五代十國，我講嘅五代十國又開始亂了，又都遲年啦，冇辦法講中啊，又開始就福建鴉片又走到廣東鴉片，或者我鴉片又廣東鴉片咧，加煙族冇講啊，唔使煙啊。莫煙，平煙、五法和顯年，還有一隻酒量。哇！美江無數。大哥，你看我做一個節目，我做按到功課呢。因為像一般看你的族譜，我們最多就向前看到莫煙，就看到廣東的梅煙，就按嚟聽聽。對對對。當時有人在個香港前去吹、去算、去研究，上來你客家人的來源係啲哪片？韓國經過一按到按亂的時期，客家人進前賽，到一下，我用嚟看出客家人哦，係唔係就係同賀？同賀。一同賀啊，當然講到現世啊，如果有一位人名，比如講從以前係個有名啊，有名以前堂咪做得啦，就佢要改啦，嗬，佢就係冇，但地點唔會變嘅啦，地點唔會變，可能來到一片邊嘅主題係迄個馬來西亞嘛，哦，南洋嘅片，南洋嗰邊正經咧嗬。出去嘅時間就係個倉火啊，好，鄭和下西洋，嘿，倉火，倉火佢個西洋1705年到1436年，一700叫做05、07、08、12月36，當詳細，下一佢當中要因為下一時間開始就客家人聽緊嘢。聽得佢坐上下嘢，就明末清初嘅時間，客家人要來到台灣咧，要來到海南島咧，如果就到南洋去嘅，馬來西亞嘅片咗嘅時間下嘢。原來係按樣，看到你客家人有名堂，做到一下天四季嘅吼，發展到去到愛出國了，愛去南洋了，故說新一季嘅也客家人有名堂，有按到乜嘅按精彩所在，先來看一套樣片。一馬來咧，基本上就係客家人，打龍波就係客家人打下來啊。這裡叫做滿錠，滿錠哦，滿錠就是滿滿的錠，錠呢就是實況的意思。開始看到了，有冇？啊，有啥味？有啥味咧？哦，椰子味道好重啦，驢嘅味道好香啦。哦，驢的味道是香的。我見到啥嘛？哇，這真的會誒！當禮拜五暗晡8點，客家人有名堂。黑夜降臨，請留在我懷裡，末日前夕啊！我唱錯歌詞了，這個才是請留在我懷裡。嘎哈亞數歌曲就黑嘎哈人看到底部的那個神秘嘉賓，哇！找到這個我們的 R&B 小王子張志成呢？主來，我哋主來就係也係請合同嘅，相總，啷個樣？嘿，相總，古說佢咩係請合同嘅？請合同嘅，請到佢啲馬來西亞係冇？到馬來西亞入邊嗬，其實當到那個客家人啦，藝人啦，哦，你比如曹格咩係？曹格係客家人。係哦，哇！係客家人，青島哦，嗰啲乜光良啊，佢咩係客家人，還有個乜？像個有一隻國際明星啊，國際明星，那個窮嘛個啊，沒客家人。梁靜茹，梁靜茹沒係，梁靜茹沒係，還有張志成老梁靜有的親戚關係。哇！佢咩？全部客家人，啊就像我都
迄讲都梅园迄梅江武术咩，刚刚讲啊，其他都迄非族客。非族的客家人，去到南洋一片。非族的客家佬，人咧西安的客家人唔共样。其實講一個客家話吼，較有偏向國語安尼。比如講吼，人講嘅董虎啊。董虎。叫做董孝啊。董孝就董虎啊。哇！嗰個嗌同講，人家當時喺邊地度嚇，佢湯冇，佢講佢邊個地波佢湯地啊。地都地波全做的，都做的，唔過佢愛地波張湯嘅事。古時候唔看吼，因為啊，迄個素材冇共用，成分環境冇共用，太講人講嘅客話咪冇共用哦。其實還有當多呀，客家人有名堂，想愛來同大家來分享南洋嘅神奇嘅事情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陣來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！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講好，啲客家人有名堂，第廿拜五晏晡頭嘅8點，我開始來播出，韓國播出嘅內容當貼片咯，係啲客家人有名堂，去到入南洋安然嘅素材來出外景，今日就有請到製作人仔哥來同大家來分享吼，剛才有講到，啲貼片來賓是我們的 R&B 小王子張志成，係總之成。來同大家來分享，這片嘅成分習慣同客家話都有一些些嘅冇共用。其實泰來賓按神秘以外啊，其實連人家主持人也是一樣，是 TP 來賓就錯嘅。戴家雲啊，戴家雲佢頭擺係個棒棒堂嘅成員，對，頭擺頭擺我就做個在中國的故事啊，就有請佢來做一節目嘅主持人。而家泰魯去當到地方嘅哦，而家客家話係。基本上那個新竹符號嘅咋吼，佢特別客家人，但是佢客家話佢話嘅去努力嘅西安，西海強，攞到誒西海強，因為佢辦到嘅花蓮那個風鈴啊，幾片當到西安海陸嘅兩強下講誒。對，嗰時候佢也擺吼，佢去到嘅馬來西亞、亞大利亞吼，佢讀到嘅總師生講嘅非族客啊。佢糖懂實力啦。聽說嘅啲台灣有上是糖冇共用嘅強頭，人就糖都懂實力咧。因為佢親人糖誒，就兩種可以，一隻嘅惠州客佢真係有時會做到，所以個海陸腔啦，海陸腔佢就會冇乜做得到。哦，真嘅。但係佢一擺起啊，吼，佢嘅表現以後啊，有本件乜嘅功課冇？因為啊，吼，人家電我見節目啊，吼。都嘅日頭親那個時節啦，嗬，端午節啊，嗬，去到嘅那邊青葉多啊，嗬，我爬龍船嗬，跟馬來西亞嘅單位又冇爬龍船，但是都好有保重誒，有保重誒。嗰片咧show五年姐妹有保重嘅，有，總之人家太極啊，叫兩隻子啊，嗬，就太極轉身就做咗保重嘅問題，太極哇！嗰種誒嗬，老人家邊冇共用哦，人嘅南部有南部嘅客家種誒啊，假嘅種誒啊嗬，鐵度啊嗬，包嘅東西冇共用，包木棉啊。嚇？包木棉？包木棉。包香菇天天啊？對。啊，其實都會包木棉哦。其實都嘅木棉啊嗬，一方面啊嗬，人講嘅嘅口感。有些咧車。有一啲車，但是輕重嘢啊嗬，就因為。跟馬來西亞有隻地方嗬，就同嘅南洋啊嗬，有特別較熱啦，較熱，濕熱，也濕熱也特別嘅人哦，就落台擺親接薄片嘅，薄片嚟講一個短嘅事情，就是日本人都大戰嘅時間啦，就你看日本人發動就是2次大戰嘛，2次大戰發動嘅時間。日本人真見人講俾人打死佢啦，唔係當到啦。幾多南洋嘅特別，如果中國態度打死佢態度人被打打死佢一度，到南洋啊，打死佢唔係當到。到南洋真人死嘅係死到嘅一隻病啊，嗰隻病叫做腳氣病。腳氣病。腳氣病。腳氣病就因為啊嗬，嗰南洋嘅特別啊嗬，凍濕凍血。唔係像日本有隻地方啊，嗬，
四季分明。对，哎，懂事懂事，家睇到有做加上啊，日本人佢會懂嗰種米咩，佢種嗰啲米嘅凍貨嘅米啊，家頭食得啲米全部係凍貨嘅米啊，嗰個就因為食得太好嘅。水土不服了，再加上氣候。佢就去偏喺樣咯，我哋去看啊，吼，就有個資料方面，佢一般就一隻腳嘅腳帶啊，個腳帶規則嘅跌下來啊。哦，幾輕嘛嘅，看起來感覺很像被詛咒的一種病誒，好恐怖哦。你行路啊，行軍啊，佢唔是人帶啊，你就以為個腳帶啊，吼，腳帶爛體嚟咩？爛體規則腳帶跌下來。古時候做嘛嘅幾片嘅研究，唔會對一種片咯。就也唔講到也重點嘅，食嘅東西，食嘅東西，食到東西。誒，想講嘅食得好。好，來看啊，也係嘛嘅啊，你看起來你台灣以前冇安尼客家菜，也係幾片客家菜特色係。也講到也到尾就講了，想講到就都嘅態度幾到尾，當然有就嘉義五屬係咪嗬？有非族嘅，有太埔嘅，河婆嘅，到到下來，其中啊，非族客，係遷到下來，遷到嘅，去到南洋嘅，因為非族客佢啊一到動好嘅技術，其中啊太埔嘅就停定嘅非族客下一了，也就加嘅太埔客嘅。太埔客嘅公園式咧，也係乜嘅臭乜嘅東西呀？唔看嗰啲也得，對，也得。佢圓圓中間有一圈的嘛，對吧？看起來像我們關東煮吃的藕類一樣。對，那種個，佢較像那個蟹眼的哈，蟹眼佢黏那樣，黏扁態的哈，有一隻孔嘅安尼，啊，嗰時候佢當中嘅個算盤啊，佢一隻的呀。有一隻，懂講有一隻孔。對，嗰時候佢都很叫做算盤子啊。算盤子。也係太埔客過年式的。太埔客。因為就總是成啊，嗬，像個大家園elmo啊，嗬，喺銀行咪，佢就講也來到弟弟講也到尾啊，嗬，就講你台是你在台灣食唔多算盤子。算盤子，韓國也就看起來有客數師地位了。對啊。尤其係像安尼爆空肉。對，也係非族客嗬。同重要一隻是，大家唔係講嗬，佢識懂事嘛，童年嘛，一幾下地話嗬，就會也叫做客家炸肉。客家炸肉。客家炸肉就個肉啊嗬，先去炸過。炸過係話嗬，其中也嗬，用個木米啊，然後個炸肉啊，還有個調料嗬，同到五香八角也都有調料嗬，去炸，然後去爆，聞啊。去聞啊，就安尼東西啊，就做得去濕氣啊。去濕氣。因為佢先炸過一擺。去濕氣。把它的水分。因為佢個木米會吸個身體講嗰個濕氣，去濕氣。對其他嚟講也。木米當中又好食，又好食，其中有一東西啊，又做得同那個環境啊帶來嘅瘴癘之氣啊，可以排除掉。嗰時候其他都動好曬那東西。真嘅。有槍啊，就曬呢。好食冇啊？好食啦，也就都囤起來。炸肉啊，囤起來啊，佢冇希望嗌也成年要幾飛食到嗬。生下來呢？生下來呀。係乜㗎？一係煮皮嘅。我仲講也就輕鬆嘅啦。一本身都苗栗也有啦。也佢一堆前面一堆啊嗬，唔同樣嘅嘛嘅，唔係個皮豬肉喎，佢一堆。唔係皮豬肉係個呀。對。呀，看起來就像豬肉樣嘅啊，呀，一太堆啊，看起來就切太堆。幾多？乜個呀？即有薯片嘅咧。有薯片呀。做過來，對。幾多嘛？呀，看起來應該係像植物類的東西，呀係乜個？烏誒搞到像空肉啲多嘅東西。其實都苗栗有啊，公幹嘅咩？就烏嘅空肉啊。我又冇食過喏，我公幹人呢。有啊，公幹咧烏嘅當有名啊，烏嘅空肉啊。烏嘅空肉。就烏嘅空肉，都弟弟講幾多咩咩有，也咩係夾幾多非族客。非族客嘅。我是咧，其實知道也係台灣唔係有冇幾咩店鋪啊，就是啦。弟弟講，弟弟講點解我都同其他故事講半頭。乜嘅故事啊？弟弟講。弟弟講，是知道的知嗎？對，知港，知港，知不知道的知港，知港哈，它是剛好就是說，我們比如說是從那個
大陆来了嘛，大陆来了之后，那最早的通通都是从那个马六甲啊。哦，马六甲，对，马六甲海峡，就是老仓湖，看到都马六甲松了，印大松了。大松了的时间其中都压到位有一只中间的一只地方，这个地方拄好就会有一只小湖巴，又有台桥，但是这个地方有产一种跟非主客轻香轻微种的东西，叫虾米。虾米上来是乜嘅东西？呀，用乜？虾米物件虾米虾一种东西香港人可能唔知。露头摆唔係講像也下按現台按到塑膠嘅東西露頭擺其他東西，熟嘅就是熟嘅，熟嘅做得做燈嘅，做得做面床，做得做東西，做嘅咩做的對嘛？其實石礦石係一種礦。係一種礦就錯嘅，故所以你也下愛對呀，食物食嘅方面愛轉變到愛轉講呀產業嘅方面咯。故所以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個請仔哥來講故事本太家堂哦。好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嗬，禮拜5 8點，按晡頭8點，我同大家共下來收看客家人有名堂，我去到南洋，上來去搞乜嘅，搞什麼名堂嗬？剛剛大家有同大家來分享到，講到設立部分咧，接下來來到呀產業嘅部分，剛才有講到蝦米，到底蝦米是蝦米東西？可以啦，嘿，一可以嚟從。你什麼粉啊，糊的粉啊，嘛該還是什麼種子啊？看咯，我同講就樹芽安尼安尼聽聽啊，安尼這樣100，安尼就700個元，700，你講台幣嗎？馬幣700，這樣台幣是多少？算下唔知啊，我自己馬幣比人較大啊，馬幣比人哋台幣較大，安尼就700誒，就。幾隻年代黃金、銀、貴金屬、銀、銅，做了就蝦米。第4位，金銀銅錫，這個就是錫哦。給拋光裝出來就很多的那個錫製品，它的那個亮度，它那個比銀還要漂亮。對，那蝦米就要非主客，幾千位安那東西。古時候等到客家人對大陸去到也南洋以後，佢就開始有做安樣嘅產業。佢主要嘅非族人佢也特別人懂擅長兩隻事情，一隻就是也蝦米，也本款也做，個唔同也嘛嘅。明明對客家人嘅文化產業差很多，看都看唔識呀，係乜嘅東西啊？看咗。係乜嘅啊？佢就阿婆拿個書包嚟做嘛。係啊，叫做乜嘅？種一隻胎盤呢，裝啲乜嘅東西？係好，我同講，也就見證歷史啦。也真正動作嘅，我要請一隻阿婆請得當痛苦，冇誒，真係冇誒，就像個原住民個情面婆國寶人物，情面婆婆沒有了。他們這個洗米香米嘅阿婆其他都要有不一隻專有名詞，點樣點嘛？所以到馬來西亞弟弟講也到邊，清楚弟弟講也到邊，佢青島安樣嘅跟奶全部縫色的較多。縫色咧就表示講底度有金屬。底度有金屬。佢就用嘅水水幫布去打開奶邊，打下來嘅奶唔係就奶水就會變成奶水。奶水流下來，流下來，其他就叫做大流浪啊。大流浪，流浪就類似我們說的那個琉璃呀，像玻璃類的東西，金屬類的東西，流浪，錫金啊，流浪，大流浪。也得個阿婆頭擺，從按講的時間啦，很長嘅班長頭，差不多15歲、16歲啊，其他就去個河巴順行啊，拿啲嘢書包嚟去洗。去洗嘅蝦米，石礦，其他都很一粒粒嘅一粒粒嘅，一樣東西。我到石礦、錫礦、蝦米，蝦米，像茶米，
茶米，佮虾米，虾米，同重要哦，就是请到遐阿婆，然后佮总师人全部带卡语啦，冇看过啦，总师人没冇看过，真嘅，哦，就去听得起，哦，总多安尼看，哇，古时候一下就也700个人嘞，也着虾米笨蛋，迄都奶底度诶，而按嚟经过一只动辛苦，歌场按嚟劲洗，虾米怎做得洗出来？唔知佢厉害嘛？佢啊吼，头摆啊，我要头本佢讲啊，唔要头啊洗安尼东西浪漫又好，佢讲头摆就挨妈要50万呀，啊就挨要學到啊，哦學到啊洗虾米，佢講也冇人洗，但是做嘛佢還要安尼咯，佢講因為啊吼，也千多年吼，佢發嘅河巴嘅石頭物嘅吼，就發現還係有蝦米哦，還係有蝦米，就很去種。哇！很去種，佢種喺佢就做得喊出說，一隻空山地度有幾%的蝦米都地度。哇！再講係知道，然後最近動站的，你就去到這片同大家來小嘅，人哋客家人去到這片做乜嘅事情？非常好。做乜嘅產業？對，除咗呀洗蝦米以外啊，還有其他嘅產業冇？挺重要，總是人看到呀吼，總是人一生研究總是人。誒，咁樣夾嘅面啊，你煮到安尼咯。佢看到呀吼，佢呀吼，食到係冇嘢，嚇死嘅。做乜嘅會安尼？安定然講乜嘅東西？天一隻產業，就佢哋來到南洋啊吼，就種南香蕉樹。哦，樹奶奶，或樹膏，樹奶奶，佢哋話因為有香蕉樹咪吼，香蕉樹。那香蕉樹啊吼，迄講浸到水啊吼，粗都冇暗的好呀，當粗。最粗啊！佢就有講一隻很有名嘅呀吼，樹膏迄粗啊，個淚迄香嘅啊，淚就會淺啦，淚就會淺，佢哋很個淚啊，就淺，呀就會淺。佢很長嘅時間吼，19歲嘅時間專門就會裝安尼。好多回事。哇！古時候唔看好你客家人去到無口用嘅素材，真正就發展無口用嘅產業，也喺相片看到嘅就係樹奶奶按嚟流出來的哦。有到馬來西亞哦，對，第3屆嘅時間，我專門講安尼當精彩，當好看，就個客家人有名頭。真嘅，聽說我好來數看你客家人有名頭，唔但搶講產業啊，還我來講建築個。呀，迄看起來像迄頭擺年迄咧，有一些咧像你客家人咩有嘅嗰種奶轉部嘅嗰種感覺，有冇？我覺得有點像啊。我同講，看到呀吼，係我情感通嘅啦，情感通，真係情感通。因為啊吼，佢人家啲啊都頭擺都太多時間吼，客家人啊，千萬不應打啦。人就有個嗰時候有個方樓圓樓嘛，方樓圓樓，那方樓圓樓啊吼，其實到台灣啦，跟奶表木啊吼，很流得咧。cái地都咩圈啊，會有個做嘅個邊嚟咪吼，邊嚟表。做嘅。佢也沒有。也沒係圈，材質是一樣的。對，也係都馬六甲吼，佢也都花差唔多，我西藏也同下都請到嘅，1000里一間，也在頭家佢係都共同態度。老唔強用係相種，係現傳統嘅，係佢係腔堂，佢也嗬，佢也就係講夾工啊嗬，專門請太多人來嗬，同佢做一個一片嗬，就三合院咪嗬，有喺公堂咪，啊左右嘅護龍有橫木咪嗬，啊佢咩強樣你看佢嘅重嘅咧，佢也行喺雙堂哦，佢裝一隻壁，雙堂。我不有一隻了，我地都有一隻細隻嘅，佢就表，佢在左邊一隻，佢就給他廂房啊，左邊一隻，左廂房，右廂房，右廂房，你看，作為老，雖然是鐵皮屋啊，但是是跟大陸一模一樣，三合院係共用嘅這樣子的建築嘅風色，共同珍藏，真誠。增城是產荔枝的地方，楊貴妃喜歡吃荔枝，她的那個荔枝就是到那裡去了。古時候亞洲嘅建築都幾片喊做乜解啊？土屋叫奶屋個，哦，當神奇。真嘅。除咗有奶屋以外啊，其實啦，啲南洋嘅客家人啊，其實啲南洋嘅客家人可能冇像做啲接觸按到客家嘅TPA 技術嘅文化，咩冇人會 TPA 講我係客家人，係客家人，其實就遷到適合
聯絡感情的所在，就伫那片秋刀鴨的。哎呦，以前講到太聰明啦！佢人家吼，人家唔講迄個銀川堂啊、清河堂啊，人家都出來的時間吼，就會做起人這家嘅同伙啊吼，大家吼互相幫助。我舉個例，你比如說梅江五署啊吼，那個剛剛佢啊五署嘅走量壓到邊嘅人啊。走量壓到位，梅江五署會館。走量梅江五署會館，走量壓到位，因為家嘅都睇到很多山區嘛吼，家都習慣啦吼，出去唔是關門啦，唔是鎖門啦，是按號。你要講好啊吼，每個愛強啊，每個來愛結婚啊，一句話就結了。哇！講話守信用。唔係亞布卡吼，係有亞布卡係有有人過生啊，係有人辦喜事啊吼，唔是講就強啊要來天數，吼。嗰時候幾多南洋的時間哈，其他的話哈，雖然說大家梅江五署，他就匯起來，弄得一個會館，對，要飛館啦哈，其實就太嘅同戶啦，太嘅同戶，太假人啲啊就同戶出來嘅，太假人就係義務卡人來到岸邊，來到南洋一陣所在，互相聽數相幫相聽，嗰時候神夢在個呢，同大家來分享，呀按好嘅節目客家人有名堂，去到下啲南洋同大家來紹介南洋嘅風土民情，加到新馬街、大馬街、韓國成番習慣係馬街，嗰時候大家千萬要記得，禮拜五晏晡頭8點，聽錯愛數開啲客家人有名堂，神夢在個今日來到節目當中。嚟講緊冇錢數，看節目啦。好，真係因為太精彩嘅30分鐘講唔睇，大家聽錯愛看咯。咪神夢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下，等下停運通先生，強下做運通。